大家好，我係添添，我今日就會同大家分享一個愛自己嘅故事。咁我哋而家開始啦。如果沒有人喜歡我，我也要喜歡自己。尤尼係一隻小蜘蛛，親切又可愛，但係都冇人知道。唔理尤尼走到去邊度，每次一講嘢，大家已經放聲尖叫，逃到好遠好遠啦。蚱蜢一見到尤尼，就即刻會嗌：哎唷，臭崩崩一身刺嘅動物！跟住佢就會大聲尖叫，跳到老遠啦。蜜蜂一見到尤尼嘅時候，就會長咗一身刺嘅怪物。蜜蜂高聲大叫，然後又飛走咗啦。蝴蝶見到尤尼嘅時候，就會拍住佢好靚好靚嘅翅膀飛走咗啦。而蝸牛見到尤尼嘅時候，佢就會話：又污糟又圓滾滾嘅嘢。佢好快咁又縮返入去自己嘅小屋裏面啦。好核突嘅野獸啊！蟲兒大聲咁樣哮叫，然後又轉返入去地底裏面啦。尤尼望蟲兒嘅尾巴，佢就話啦：我只係想問一件事啫。究竟佢想問咩呢？原來今日係佢3歲生日，佢唔想自己一個將蛋糕食晒，所以佢就問邊個想要一塊蛋糕。尤尼喊住咁樣話：有冇人想要啊？真係冇啊？咁好啦，咁祝我生日快樂。尤尼一口就吞咗成個蛋糕啦，你睇下。尤尼食完個蛋糕之後，好滿足咁樣挨咗喺棵樹度就瞓着咗啦。尤尼係一隻小蜘蛛，親切又可愛，但係除咗你，冇人知道。如果你見到尤尼嘅話，記住俾佢一個大大嘅吻啊！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